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国民党的立委徐卡新的前助理牵涉到领钱案。这台北地检署侦办一件5亿的领钱案，查到一个姓雷的男子是集团的业务员，已经以10万块来交保，讲伊有一个身份，就是徐卡新的前助理。啊，针对这个事件，徐卡新无愿意加讲，敢若讲已经甲虚透露。 挂目镜，穿白色的衫，用手遮边，看到镜头先滑头离开。台北地检署侦办有人以二商公司的名义，伫台湾非法吸收美国一个资金。这个姓雷查甫人，那敢若是集团内的业务员，各项验出伊是哪样立委徐卡新的前助理。蛮错愕的。会不会担心罢免有帮拿这件事情来操作？不会，因为那是好久以前的事情，他还没有进到我的办公室。那是什么原因把他解职？不方便告诉大家，这是我们自己办公室的事情。 在大罢免的前一天，洪也出着证据，徐卡新态度低调，应该正保守。声明内底讲到，已经和这个姓雷查甫人转去食家己，伊已经不是办公室的员工。人之进前，就和调查局约谈，因为违反到办公室4大工作规则的其中一个规则，就甲死透露。要拜托全国乡亲好朋友。 请您明天要出来投票。无立刻是受到助理案的影响，今仔日伫立法院的徐卡新比平常时更加低调。过去拢徛伫第一排，对党团或反罢免的口号，今仔日缩徛伫上后边。你当时指着吴钊宪说，你怎么可能不知道？那请问我们所有全台湾的公民要问徐小新，你的助理跟你的大姑诈骗，你怎么可能不知道？不要双标，那回力标到你身上的时候，请你也是一视同仁，说清楚讲明白。前助理目前和检察官命令10万块交保，不过这个风波爆发的时机点正敏感。 都惊伫即摆这个关键时刻，牵动到选民的观感，成做双方政治攻防的焦点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